聽日星期六，我哋3個同學咧想去參加班主任嘅婚禮，要去到新界咁遠嘅，我可唔可以 book 復康巴啊？當然可以啦。其實復康巴嘅電召服務呢，即係好似的士咁，要每程收費㗎。用戶可以預約全年365日點到點嘅交通接載服務，以便覆診啦，或者參加社交活動㗎。我哋咁多人，唔同地點出發，可唔可以用同一架車㗎？復康巴為咗善用資源，等更多人可以用到車，復康巴會按申請服務嘅乘客人數啦、服務時間同埋行程地點，將2個或者以上嘅細組預約安排喺同一架車上面㗎。你哋同時出發，地點又一樣，好大機會會被安排同一架車去嘅。咁點樣先至可以租用復康巴啊？咁就要用電召服務啦。當然啦，你首先要成為佢哋嘅客戶。有咗客戶嘅編號就可以用 iComs 申請，或者打電話去申請嘅。咁電話號碼係28246500。如果有困難嘅話就可以按12220聯絡佢哋嘅客戶服務員。聯絡到佢哋嘅客戶服務員，咁就咩問題都可以解決啦。我下個月就要用車啦喎，咁報唔報得切㗎？要約車嘅話，可以喺用車之前3個月預約。你依家係1個月之前都可以試下嘅。咁我有3個陪人喎，咁多人會唔會唔得㗎？復康會按乘客人數分為5人或者以上嘅大組，同埋4人或者以下嘅細組，按照呢個服務嘅時間、行程、地點嚟安排服務。自從2025年1月18日開始，陪同者嘅比例設定為1:3嘅。如果有特別嘅情況要超過3個人，例如有白事啦、法庭、宴會、拜年、出入境旅遊、掃墓等等都可以特別申請嘅。你而家係參加婚宴，可以喺申請表上講明你行程嘅目的嘅。咁我 book 咗車之後，係咪即日就知道有冇車㗎啦？復康會喺用車前7日通知申請人係唔係已經可以編配到車嘅。我要來回程㗎喎，佢而家只有回程，我唔要得唔得㗎？如果你已經成功獲編配，但唔同意有關嘅安排，喺用車前5日用手機修改個程式，或者係修改個網頁，或者可以直接打電話去復康會嘅職員作更改㗎。仲有4日就係婚禮啦，我個同學今日都未人收到通知有冇車，咁點算啊？如果喺用車前7日未收到通知，即係代表仍然未安排到車。到用車前4日都仍然未收到呢個車嘅編排咁會收到 SMS 嘅短信通知。如果申請用車喺用車4日前先至確認嘅話佢哋嘅職員會打電話俾申請人確認申請成功，同埋就提供用車嘅資料同埋車費嘅。搭復康巴貴唔貴㗎？等我嘗試同你哋計下啦。如果乘客數目係1至4人嘅話，最少半個小時嘅收費係12蚊，首半小時之後每分鐘係1個2，而每公里收費亦都係1個2。每宗預約嘅收費係5蚊，1個小時以內嘅行程收費大概係54蚊左右啦。當然過海就要收埋隧道費啦。復康巴費用應該係全城最抵㗎啦。